移民署进前要求一寡中国配偶和中国配偶的囡仔，就要交丧失权户籍证明。不过，根据着这陆委会通知12000人，超过8000人无交，而且也拢无来办相关的手续。陆委会副主委刘文杰表示，也有真侪人伫咧走文件流程，针对交文件进度，伊是乐观看待。移民署进前要求一寡中国配偶和中国配偶的囝儿补立丧失原籍的证明。陆委会伊指出讲，收到通知的12000多人内面，已经有1784个人立付丧失原籍证明。另外申请拒绝方式来替代的有880个人，申请延后去中国的有352个人，专案补助和辅导有485个，但算落来等于有超过8000个还未交，也是无提出相关困难。以我们目前所知道的话，还有更多的人正在办理之中啊。对于现在的进度还比较乐观。陆委会副主委刘文杰讲，根据了解，内面有真侪人是当地走文件的流程，亲像要带罕病查某囝到移民署外口去申请，表达讲因为家庭的状况，无法度找出时间登去中国办文件的中国配偶张妈妈，就讲已经请伫上海的厝内人斗3天，但嘛是对政府的做法不满。就这样说，你3个月不办，我帮你吊销。小霞你斗不过大金，你还是会办啊。但是我心不甘情不愿啊。我们能办上海算比较方便，可是我知道碰到很多问题也办不下来的啊。希望我们在延后，你也必须要拿出你真正有去办，测试一下政府的决心。我觉得这是不必要的。刘文杰强调讲，若是上尾日期到啊，政府一定会依法来行政，提起卖有测试政府决心的想法。其实，陆委会第122嘛伫台北办一场非公开的说明会，提供中国配偶咨询服务和受理申请案件。陆配团体他们觉得说，是不是能够去他们的区域大家面对面这样帮大家解决问题。回应中国配偶团体的需求，陆委会说明讲，接落来嘛规划伫北中南东等县市来办说明会，尽全力来帮助每个个案，让中国配偶伫台湾会当有完整的身份和权利，真正会当伫遮安居乐业。记者综合报道。